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6，箴言22章40、60安尼讲：谦卑敬畏耶和华的保守，就是好业、尊贵、活命。教育囡仔，就用合宜的法，注意教老，也无歪斜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谦卑敬畏，甲用合宜的法教养囡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要塞，阮的拯救者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盾牌，阮要来倚靠你。主啊！你是拯救阮的困难，是阮的堡垒，阮要来投靠伫你。主啊！阮伫苦难中求求你，你要爱耳孔听阮的声。主啊！阮常常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得到逐项的好，拢是白了工。求你互阮用谦卑的心来敬畏你，因为谦卑敬畏你的保守，就是好业、尊贵、活命。主啊！阮也要用合宜的法教养囡仔，就安尼，因教老也无歪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